Go live 現掉 copy link 去 Facebook 去 share 隻普及 Facebook/ เป็นไหนข้อเขียนโอเคขอเดี๋ยวลองอันเจ้า冇影響我今日而家 download 嘅，嘅這個 download 未 Skype 啦成啊，我看咗，冇 download Skype 呀啊，是咯，誒，都誒 yeah start 啦嚇Error YouTube not receiving enough video to maintain a smooth 嚇嚇咪見 OG 係定當呢定當係三人咪講緊股係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都來收聽本來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咧，哎呦，是 something crash。OK。something crash。OK 啊嚇，我係試我係 YouTube，我係YouTube OK 哦 YouTube。咁我係 broadcasting 嘅 software crash 喎。OK，go go。OK，今日禮拜咧，我哋就會歡迎我哋嘅老將嚟教人拍角。老將歡迎豆嘅。Hello，大家好。豆嘅。嗯這禮拜我個知道這特別嘉賓來，這禮拜 producer 介紹的。這個介紹啊，那有 original 嘅好店，哈。台平嘅。Hello。啊，這冇人講啊，台平。啊？台平冇人講啊。人個成啊，我未有用嘅。你用到啲電話是到啲 computer 嘅。我電話。電話。打電話誒。我看埋啊。第二兩未擺下面，下面本擺啦，未當未下，呀，看到。隻 room 人會話擺下面，擺下面，下面本擺 shopping 嘛。當今我不要緊嘅是本會，當今人online 買物件好，冇咩想啊，加定到出，我唔知到底
เป็นนั้น興無興啊？應該是興啊，淘寶啦，阿咪一個頭嗰幾個角啦，所以講佢哋當今人去買東買西時，個有 online shopping 嘅，我係咪冇想法？即係你有 online shopping 哦？阿蕉喎，哦，個少啊！哎呦，我成個安尼一個人嚟，我成個鬥嘅，應該是一隻。啊，呀，我成個鬥嘅。我是差唔多有時嗱嘅老一 program 入邊看到買咯，I mean 我看物件我就買啦，I mean 唔是講你個只是買咩物件？係咪款嘅物件？穿嘅物件咯。哦，電器上個係咪咧？上個講電腦關係個電腦物件，還是上個 pressure cooker、紅線？我成個電話 cover 啊，無條電話 memory card 咁咯。哦，OK，電話加電腦物件，electronic 好點咧？你有買 online 買物件？online 啊，online 個少啊，無看到物件，我只係看買。哦，你在 online 時，你無看到呢個物件。伊回來啊，無對回啊。是啊，可能我加筆記淡薄啦，有陣時你食走淡薄就無熟㗎。你在 online 買個了小英嘅，你看袂出呢個 colour。แล้ว你食有陣時會走。咱是你若是買物件合併了，買了時若是你無熟㗎來講，你就無法度啊嚇，學累學去就是你了啊嚇。你會使行到對嘅，較麻煩咯。如果愛做嗰 send 嘅物件到對，等伊 send 累到對來。哦，你無得夾等啊，都真麻煩。會使行嘛是應該好，嗰一人一句來.c 是一句.c。Hello，你是誰？我是新郎。新椒名咩？歡迎。嚇，無名哦。是了，較緊張，無你就了。.c。我諗八十幾年了咋？嚇，你白話呀？我嘛白話誒。我白你就得咯.c，等我仔女是主要學到另外一隻名個，嗰隻傾另外一隻傾白你啦，白你再每 HK。哎呦，唔知我是蝦米人呢？阿涵都冇笑應。唔係啦，我請你金嘅衫，金嘅衫。哦，冇是早會嘅事。你咪係白衫。OK，等陣我俾每.c 是住來，嚟咱每看。OK，你細漢時做得落嘅。等住半間。你講是唔是細漢時白嘅？唔是啊，10幾年前嘅白嘅。10幾年前 ，that means 我是already 已經到 TV 角嘅啦，我是短期頭時個白條路下。嚇，阿婆白笑，因為你都看到了白啦，你小氣啊。OK，來看下，看笑影出了。我來啦！C 拜。I some 水啦，你 set up。等陣你 voice changer，冇聽到你聲呀？冇吧？你個件聲冇嘅。為什麼看唔到小英嘅？嚇，你未看到我人嗰啲人啊？冇喎，我做咩做啲 browser 嘅嚇？哦，你點樣 join 時，你就 click 去 browser 喎，你冇一部開你 Skype 喎，但係我唔要緊，等陣我慢慢抄，等我。私人係什啊？哎呀，係什水啊 set up？呀，OK 啦，無論你水啦。Skype 係你 blur 你 background 啊？Skype 就是 Skype。OK，來，這個 online shopping 啊，這肯定都有誒，這個阿韓嘅係什？係什？你講下你 online shopping 哦？我常做 online shopping 嘅，因為最近馬來西亞呢發達了啊，所以我常有做嘅。是這個咯，這個12咧我都冇啦，因為先至愛搞啊，冇搞開。對唔少女啊！แล้ว
了你卡只到底 online 買係咪物件？係咪物件本買？家姐啊，家姐買衫啦，買褲啦，買地殼啦，買 technology 物件啦，買係物件啦，本買啦。你講下我最近我記得我最近買一個 Google Home 嘅。哦，誒你知當今啊Alexa 啊，會幫別人學緊啊咋？是啊。哇！你叫 try 你 Alexa play 別人學緊嚇？我最近我甲報晒你啊嘛，講 Google Home 未幫，未幫咩？未幫曬？因為冇啦，because of Google Home 有隻 Spotify 嘛。哦。So Spotify 別人學緊嘛try 有哦？Spotify 別人學特緊有。別 directly 嘅，特別用 Google Home 嘅。別人學緊 Spotify 有。哈。你話 try 叫你 Alexa 喂，叫 Alexa 幫別人學緊。就 Alexa 我都冇 Alexa。誒 Alexa 唔是 Google Home 是 Alexa 係咪 Alexa 是 Amazon 用嘅。哦，sorry 我 confuse 啊，流冷時你覺得特別冇嚇，屌我個每邊冇呢隻 Amazon 咯。Malaysia Amazon 是係咪淘寶？係咪爸爸細爸爸？唔是。Lazada。我聽佢，我唔罵紅線到啲明咩？巴家係罵俾換ceiling fan 啊！你我到嗰陣啲馬來西亞叫我改俾 Lazada 三支紅線較半支。有 Lazada 有 Shopee 咯。Shopee 唔是較 popular 咩？哦，唔知喎。我聽到真係人家了用 Shopee 最貴用 Lazada。Shopee 人家 spell SHOPY 啊，BBY。SHOPEE 啊。哦，SHOPEE。Shopee 這幫家好似叫下你 C Ronaldo 來做伊人嘅 advertisement。哦，伊是係咪是人馬來西亞嘅，還是係咪？我一全世界，新加坡本有，台灣本有，嗰啲本有嘅。哦，獨立頭歡迎，獨立頭冇賣，特別冇你做呀。歡迎獨立頭。只股冇嚟啊喎，鬥嘅朋友。我本隻個冇 join 哦。攞八格都就嚟下。冇啊，我冇嘢 Skype 搬喎。冇阿 John 嗰個名愛講嘅出嚟。OK。等陣唔好啲晒事 ，Ronaldo 唔係你 Shopee 是阿趙呢是 app 嚟啊，是 website。Portugal 嘅 football star 嘛。嚇，我知。Ronaldo 咩？但係我問咗是唔是 Asia 嘅brand 嚟，還是叫伊嚟拍廣告？梗係是 international 嚟。Shopee 是 Asian 嘅 brand，但係叫 international 嘅 star 嚟做廣告。應該是啦。了，你講未講未？哦，但係你未講出嚟啦。OK，我講就是 actually 是清白特別嘅名啦嚇。actually 你個會記點擺有一擺是原嘅489，剛剛 join 點聲。489咩？誒點聲？剛剛 join 點聲。冇得 join 嚇。剛剛 join 點聲，我有講有一句就是講 KL 嘅 group。下面 activity 問個男仔 ，actually 是我講錯，是actually KL 嘅 group 嘅 activity 咧，唔問個 anyone，還是男仔 organize 咧，anyone 本來會使 join，我講錯咁樣物件，所以我愛前輩即個代志啦，因為我唔愛講得人成個講男仔是頭嘅。是，所以就是愛前輩特別嘅物件，反正所hopefully 就是即物件無咩大代志，反正是 actually 是 maybe 我講錯啦。Because I think 佢哋想對你講是嗰陣時 ，because 一隻老蕉啊嘛，所以特擺喺地有陣時佢哋厝上面，所以馬上每個月啦，嗱。其實是咩每嘢，就是啦，愛 join 都係使 join。是其實我哋 group 嘅 activity 咧，問男仔做蝦米event 咧，我是無蝦米物件咧，actually 是下晚那邊係 join 嘅，actually 是無蝦米大代志，無蝦米
resisted 啊，or anything 係講即係人唔係做嘅人唔係做緊翻啊。anyone will welcome 嘅。冇 restriction，冇，so 其實嗰時 so far 是冇提示啦，是冇咩名啦。so 是我一千俾隻名人，然後我冇喺講緊係人過去啊咩名人。啊，人隔離人大漢句誤會咧，人隔離。OK，感謝。兩個是 OK，真酷歡迎到啲 Sky YouTube 誒 say hello hi everyone 咁樣講。OK，但當今我每到啲老闆佢冇去 shopping 嘅度嘅，冇 online shopping，然後特別路上買衫面是幾大買啊？我不是嗰少 online shopping 啦，我有時去看嘢 catalog 啊，看下咩物件，看有咩新嘅新嘅物件款啊，新嘅 gadget 款啊，我無看，上個我上個 Shopee 有 buy one one get or not 本有嘅，所以我有去那邊看伊做得伊減價仲一塊。你路邊啊？你辦機上陣我有啦，上陣我有。係咩物件？即係減價仲一塊係咩物件？我等下我 show 你看下。嗰是有等下我看先。然後你以後小學人時當啲除掉時，我會聽人講，你看你嘅第一杯 last time，把你 recently 買到嘅物件係咩物件？免插你是 online shopping 啊好，還是你特別去店去買，還是菜店買買？你把你嘅 recently 嘅 purchase 係咩物件？我學頭條講先。grocery。Grocery, okay. Grocery 就冇 boring. Before aku買唔是 grocery 呢，唔是買菜。唔是 grocery 啊，唔是 grocery 就是買菜啊。買菜，買菜 online 應該唔買嘛，常嘅去店買嘅多 online 買唔是菜嚟嘛，你冇講伊字看得較細，對來是。有冇？冇咩揾只步步嘅你小英。如果係你 blur background 呀？俾等下我按 blur 先下。買菜 ，OK， 菜了去店買啊？我特別攞只店菜小姐，多一個啊！你嘅我手錶乜一塊啊？แล้วมาจะคอบัดเดี๋ยวเนี่ยลักปุ่นเนี่ยลัก即係是 IB 咧係嘛？IB 咧嘛係，你經掉你嗰條好一塊，你冇經掉伊行到對咯。咁。這是成個標呢。一樣款嘢，這樣款嘢我你冇彈呢個行到對，你咪就得咯。如果是，意思就會 generate user 呢，I think。上個是嘅小米嘅Sport Bluetooth Mini 嗬，伊嘅 original price 是119塊。所以減價仲1塊。即係 Bluetooth 得個線。你叫下咧阿伯嘛，叫咧阿伯，我就嘛本來有一個，你成日走時錄出來可能。你錄掉佢咩度嘅？我有掉吧，冇掉佢啊！我冇聽佢人掉佢。你就有，呢波呢一人俾一人彈嘅嘛。有，一人彈，一時會 generate new user，人家那時候本嚟說，嗰人會彈嘅人係會標係啲其實咪是變咗伊有啲 user 咯。陣間嘛是講有some promotion 嘅話你看。入靠買咯，被擺嗬。喲，阿你貴了啊！貴咩？哎呀，我真久冇買米咯啦，多錢啊！叫嚟米咯喎，我你 next month 邊嚟會使啉咯？我兩年來這邊啊嚇，我戒咗啊！我個好陣時我冇啉米咯了。你乖？要啉，呢邊嘅米咯冇好啉嘅樹。我想咧。冇想誒。這邊米咯嘛冇可啉。這邊嘅米咯係真係古靈味啊！我唔熟㗎。伊古靈小青嘅樹頂。唔知呢？幫佢個最滅亡嘅事。喏，冇相比誒。個人講，澳大利亞嘅米咯好啉咧。真
是啦，因為古靈比車嘛，我不是講零古靈啊，本地是。你個 still prefer Malaysia Milo 是唔是？啊，不，Malaysia Milo 阿弟呢，咁等我有時吼，有時佢媽媽同我啉茶點先啦，叫伊買了個餸嘛吼，我第一係講買了個餸 panas，我哈，哦，我試下第個頭先呢，掉地了啊你話。啊，反正那是不是國家啲咩？你愛有酸加無呢啲？我是買了個餸 panas 哦，所以是無放，伊無個放 extra milk 那邊了，跟那 Milo 嘅個粉嘅。哦，買落去款嘅，所以吼伊就加 OK 加無講甜嗰種，冇事嚇，我就甜到緊你。哈哈。買啉加鹽。你是講係驚係 condensed milk 係啊？是咯，驚係 condenser免嘅叔叔不夾咯。哦。你那是講你只 draw 一度不係咩？一個人 ice 個係啊？一般係，一般它係。快搖嘛。然後咪是燒到啲入面。甜嗰種咯，有時心得甜咯。你媽也冇 gelis tapi i draw 唔是係應該是那是講咧，我行過咧冇係誒super pekat嚟講，應該是生嘅卡無咧地嘛。但你若是把迄個最生本因為伊本內底伊會買落無好啉咯。哦，是。有陣時講你俾好啉嚟講，你特別係較濟。Akas prefer original 無放罐呢，無放咩位。Milo dinosaur kosong. Dinosaur? Kalau ke就 a bit geli 咁係咪樣咯。dinosaur？而家係成香叫嘅，係都叫 OG 是 dinosaur。是伊大杯，伊啲面個放嘅買落嘅粉。我愛。係你拎嘅下，你三米落粉定面你我愛。你愛啊 ？next trip 冇？古早我細漢嘅時，米落最好食就是你加酸，咱散米落落去，一頭食，這是最好食。對。誒，後點你識轉你款 key horizontal？ horizontal。there you go。叫大人看到你邊較大。你話聽緊在笑，你話聽緊在笑。係咪咧？係咪面見你愛？阿毛一嚿一啊！哦，有香笑哦，香笑。真係冇得啊！咩嘢？啊？這是真係係唔是？這裡啊，啥是惡搞啊？未記啊？惡搞啊！有啊，真得搞惡搞啊！誒，這邊真少咧，我摸伊。沙車啊，這邊真得少嘅咧，無人買咧。唔知啦，我啲仆街我冇看到。我冇乜樣嘅，你買啊，我冇味啫。呀，那是我特日本啫。後點這是看塔車啊，看車，享受啊。咱看者困意啊。人老了。你舊年咧，你這裡舊年是到啲online 俾啊？學經你冇調拍咧，阿 Joy 今日講你老，你講你老。我心老。心老人冇老，老人啊，嗰時唔敢講一個叫老嘅，上嚟你能夠講一個叫老。誒了阿涵呢？阿涵，你 last purchase outside of grocery？Outside grocery 一個 hair straightener，入頭我嘅海蝶。哦，你到店咪買還是到啲 online？啲 Amazon 買。哦。我就看到 Amazon 你講 last one 139$，$. 喂，你係 straightener 是係咪物件啦？是 chemical 嘅，還是怎啊？不，迄個物件咧，夾落頭冇海蝶嘅啦。哦，你flat iron 啊？flat iron。了，我就講139寸一個，哎呀，買啦。了，我就看我樓下 department store。買一空膠呢？對，有騙。又對興。
有啲興啊，別使興咩 Amazon？會興嘛嗬？係啦，不要見到就愛買了啦。對啦，買了有啲興，冇琴日去買喺樓下控膠咧，是琴日興類 Amazon 咯。唉，激死我！我就講哎呀，不要緊啦，我愛對厝了。我嘛愛看咩可以 ship expedite shipping，我可以幾十塊啫，啊，了解。交我，哎呦，了多少塊死啊！我得了，了我到迄時啊，佢 Black Friday 嘅時啊，我係樓下 shopping centre 伊賣 designer 嘅鞋，我就笑。我有存600塊來 spoil 我家己，互我交銀。我唔知愛寄迄600塊來 upgrade 我嘅交銀嘅手指，還是愛買一雙 Jimmy Choo 嘅鞋。哎喲！Jimmy Choo 嘅鞋600幾塊，我就你600你都知哦。哎喲，咪少只貴。是啦，是貴啦，我知是貴，但係若是講 Jimmy Choo 是真啊100。Jimmy Choo 去檳城馬買嘛是較便宜咯，Jimmy Choo 檳城人。但老實講咯，阿漢，但老實講一句咯，我是 prefer update 我嘅手機咯，咁款。你咧，我唔知。iPad。哦，OK，iPad 較大嘅，iPad 較好用過 Jimmy Choo please，你用 iPad 用較濟佢稱 Jimmy Choo。就有人把你個接來買只亂嘅是最，大粒頭啊！ Oh my god! Oh my god! 多謝。啊，多謝，我而家爆炸。講幾樣嘢？啊，靠！講幾樣嘢？啊 ，OK， 我 OK 啊，真正大聲。我第時啊，我 OK 啊。講幾樣嘢？Oh my god！你都可以買。只大聲。Come number 2你啊！Oh my god！只大聲。How is this? But still 只大聲。只 beat 啲聲。And how is this? 較好，continue 個較好啊。Okay. 較好啊，哦，個仔。Sorry. OK。喂 computer 我用小突破，我點下解啊？小隻都只大聲個，你超較細聲，還是你買hand較遠啦，無是唔錯。你買嘢掃起你吹 away from the tree 去較關。How is this? better。OK。แล้ว我講係你$1嘅。I will just add that maybe lanti data mine that's all. That's why. 因為伊user 咧看係咪做人 interested 係咪物件，因為要 market test 係咪 product 興啊 popular 很。OK，le last thing 你買係咪物件大粒頭？衫 online。特別我冇買 online。我 believe 就是假使會買 anything 衫啦，everything is 你都會去 on-site 去看。Yeah, because 你 order online 袂效果嘅，sometimes 你看 online 水，特別來嘅是上較難嘅呢。對，冇對貨。啊，無上較你買無，特啲 Amazon 看水，特別一來嘅是伊 corner one patch of wool is missing，所以係幾敗。特別係 return 嘛，Yeah， 麻煩啊，你 return and all these things。特別哦，我如果有人話想 return 都麻煩，特別我去店嗰個麻煩。你去店，你去看，你知你倒一個你愛。Then sometimes 你買，let's say 你買一個 jacket， 你穿伊 jacket 了 ，online 你看 the picture， 特別你買 different shade 安怎？Whereas 你去 on site 你穿伊 jacket 時，伊
cut 伊 fitting 都会啱如 body 嘛。對本，特別我有當時嚇，特別買衫咧，我較濟是前線買本 still 個。特別有當時成啊，我捌 try 過，有當時我 try 陣咧，我買一項漂嘅jeans 係啥物，然後我買了我捌 try 過，然後佢 OK，即個當時伊人講即幾號32號，特別來到時伊上大條，然後佢就換去31號、30號，可然後變做較麻煩啊。特別我就 try 過一道嘅嚇，伊若是上公司嘅嚇，你會使買一對 size 買啦，還是？Yeah， 你對一 size 買，但是你買 last year。Then this year 你上公司你去買是無得上，對本無得到你 size 無上淡薄。啊對。是講有當時我搬到去店嘅，我想啦 ，for example， 假使你會買dress shirts，right？So 你 dress shirt 你伊拉 measure 你會 collar 嘛，right？你會 collar 了 proportion to 你 sleeves。So sometimes 你會 collar 你會 neck。Over 1 year 了，伊 key by half an inch。So 你買你 assume the same size。哦，你講你個機器啦，你個機器。啊，你家阿莫管較大了 over 1 year。學了就佢一學嘅。啊，你阿莫管較大by半寸安尼，了你買你 last year 你係你 size 你買你 detail 買就袂。哎，就是來，這是對。茶比hun，茶比好，歡迎。Hello，大家好。誒，然後每到你last thing 你買係咩物件 ？shopping 買物件。The last thing 我買啊，我買一個 yoga mat。哦，特 online 買還是去店買 ？online 啦，但是12未是買嘅嘛。12係咪？哦，12加11個有特別嘅啊。嚇？唔知啊，特季節咪有一個，我唔知是係咪是。誒，我講你 OK， 你小啦嚇，人開類嘅事啦，你 shopping 買物件，用8%來算，你阿個你買物件，你開類是就這8%是 online 買，就這8%是到啲retail 店裏買。你咪算，咪講，I 講成啊8%所類開嘅類啦，當時你 online 買正。大行嘅物件，實講買飛機單啊，啥物可能10塊嘢，係你無成啊。你是講成講 individual 算 unit 算啦，但係講你買10項物件，買10項物件幾%是 online 呢？當今嗬，我看差不多是70%是 online 嘅。哦，我差唔多本嚟啊。我是咯，方便嗎？我是想到下報名啊，想到特名稱嘅，我就有電話，特買啊。乜就係嚟啊！就是咯，當見加了 app 買呢，錄影。係咯。誒，一個辦機。新加坡買係咪興係咪咩啊？買係咪 app 啦？係咪 app？係咪 app 啊？Shopee 咯。啊，台灣我講 Shopee 本我睇到。Shopee 咯，我本時買 Shopee 先。新加坡冇啦。And then 用 cash 咧叫係咩啊 ？Shopback 用 Shopback。哦 ，Shopback 係咩嚟 ？Shopback 嗬，伊是一個 app 嚟，所以你愛去 Shopee 買物件啦，你買飛機票啦，你 book Airbnb 啦，係咪物件了嗬？你 go through 一個 Shopback 嘅 app 嗬 ，and then 都會賺到啲 cashback。哦，係，我真係冇聽過。你慢慢叫 cashback 咯。誒，嗰次嚟個，最後咪講到話，我不到買用嚟嚇。是不都買有冇？有搞嘅是怎啊？搞嘅是啊？哦 ，sorry John， 大幕哥這邊。哦，大幕哥嗨，大幕哥歡迎。我未記 mute。我看到個大幕哥แล้ว個轉個啊，幾年啦，個 additional 人特別我唔知是住嚟，住嚟冇出到聲個。Ketupat。哦，ketupat，嘿，歡迎 ketupat，你唔是去食紅咩？對啊了。哦，對嚟啊。你又知？你去帶食紅啊？你又知我去食紅？我唔知看得到咯 ，I think Instagram is 到咯。哦。Makan angin。
Hello，然後胖紅就食什麼？有歡樂對來，食紅跟住胖紅。我broke 啊！嚇你 broke 嘅？我都開你下就得個嘅。100貴咧，我去俾下要咪嘅呢？你開，我未記得你去 Switzerland 啊，是唔知得咯？哦，哇，Switzerland 大隻是貴啊。no Finland 啊，唔得咯啊。Switzerland，哦，對，我講對。你那水呢？OK 呢啦。啊 OK 呢，小鬼啊，唔是一行嘅冇得水啊。我去過較水個，比那個水個跟 nature 得嘞。我巴基斯坦 China 邊嚟。哦，誒，你看你啷對嚟講你 travel disaster。我就是看你 topic，我對啦，但係想換了啦。係咪？不要緊嘅，其實啷落較快淡薄。咱一個禮拜咱嘅 episode 1:15嚟啊。阿 John，你跟我講快嗬。本是 at the end 嗬，不是用三點鐘嘅，都嗬。一點了，是點鐘了。OK，那個就看到我邊呢？這邊看到呢邊，maybe 是冇了，我係 app 牌啊，係我個未看到，我未成 individualist 啊，會喎。會啊 ，OK。啊！你講話一個 book 出來嚇，那個就是當晚上嗰個就是人叫我 at 啲人嘛。Helen 是最冇啊。Actually 有人最主要嚟講講話咯，大家做蘑菇啊，嗰個咩 Jasmine In 啊。啊！咁你看到人嘅名，特登會看到啊，我未看到。誒，check 定啊？check 到有啊。check 啊，你去 check 那邊啊。特別我都冇看到人特別係 list 位。OK 啊，但 OK，咱講特嘛差別款咪是講伊個78%是 online 買咯。我輪流講，我們那個差唔多，我們是差唔多78%，有可能較濟哦。OK，那我只到 retail 買，然後到店位買，應該是買菜加對，我本是買菜。買菜加咩啊？買菜加有當時買衫，because 我衫我無常常買，我是久久買一擺，所以我無，我成日知道我嘅朋友來 Maggie Me 來找我嘅時候，我去 Black Friday shopping 時，還是我買隻隻啊，特別我真唔知2年3年無買衫，我對馬來西亞是有，對馬來西亞是有幾條會買，特別對我隻少買。多啊！哦，哎呦，直接到啲背肌條誒，冇聲氣，直接到啲背肌條。咁個背肌條會聲誒？啊，直接人 AirPod 背肌背過，還是 lolly 裝嘅？嗰個就是 lolly，特別唔是話。裝嘅 lolly 還是是？唔是話。裝嘅啊，阿涵啊。我揾屋嘅。阿涵你即個你 hair straightener 嚟啊？delivery 飛機上嚟啊！啊，這是裝。我拿只 Q 掉了。Q 掉哦。OK，等陣個每個就是人ketupat你 shopping percentage。online 咪個 retail shopping 是按怎半？Old fashion 咯，我較去。點？啊，你講，那去 shopping 本啦，但係一幫，我較就是買咧房衣物件，鳥物件，online 咯。Lazada 是馬來西亞嘅票，馬來西亞公司。應該是啩？中國。有中國會，有中國會。最近上個是有聽到講，上個是淘寶上個是有買起來哦。Lazada。I'm not really sure 啦。Lucy是追。I saw。哦，係 Sam，OK。買起來。大粒頭講嘅事，因為伊 originally 是馬來西亞嘅公司啦，然後當然淘寶買起來。買起來。然後別人係 some 咧 percentage，係 some 咧差唔多嗰成。
哇，我无咪白喎，我只少做出門嘅。So usually 我厝呢。較濟是 online shopping 啊，還是？Most of the time 啊，even 都食有你想啊，because 哦，你嗰啲 Grab Eat 啊，咁講咩？Grab Food 啊 ，Food delivery 啊，Food Panda，Good delivery。哎呦 ，sorry，唔知住人啲大補嘅係咪？住人大補物件輕輕鏘是裝。啊，點呀？咁唔該就係。OK， 嚟 sorry， 開心就去講。你 Grab Eat、Grab Food。Grab Food，yeah，Grab Food，Food Panda 即攞你家姐用。Food Panda 咪是成個 Grab Food 啊？一樣是 divide 嘛。Then like 有50% 嘅 voucher 你個半個 30%，so 叫就叫了。哦。哇！個嚟啊！是四隻版，是唔是毛毛菇？你試下嚟啊！我冇 join 啦。毛毛菇冇嚟，係飲個底。而家係啊，叫錯啊！毛毛菇嚟啊！可能就係毛毛菇。我當 control 係你用為 iPad， 用為 control 係 live feed 啊。用為 iPad as 你叫咩嚇？對白你 flight 咩叫咩 flight 咩啊？講用 iPad 做 extension as second screen 嘅。sidecar。嚇？叫 sidecar。啊 sidecar that's right sidecar 用 sidecar control。MacBook Air 小估了做未掉。哦，誒你俾就借串啊！你講你嘅知咪煮嘅佢俾 iPad 啦。你嘅知咪煮嘅佢俾 iPad 啦？你俾係咪 which one？得隻 iPad。iPad mini。哦 ，iPad mini，iPad mini 誒 flight 誒隻細卡本咩？誒細卡，一時先咩？哦。iPad mini 嚟，我下當見見阿爽。因為我當見做我嘅教員嘅 plan 你教了啲 iPad， 但我做教員啲 Hello you speaking with Han， 哈咪哦，做教員嘅，你覺得你嘅你用咗 iPad 啲特節用咯，但係咩事得佢你知咪做啦？知咪做都冇情嘅咧啫。啊是啦，啊歡喜，特別好我看到伊真係水咧，個後悔過淡薄，係。誒特別你想下你 every time 你後悔時，你想下你用 iPad 就係打啊，你都未後悔啊。你講percentage 用話做嘅，你做緊嗰條可記得個住咪做嘅位啊。哦，是啦。你講你 app 係咪 app？係咪 app？多謝。咁你講咪 side 咩啊？side 唔是 app 嘅，是 built in 到啲你Mac OS 入面嘅。So 你 Catalina 你用 Catalina 嚟講，就是你 iPad 嚟講，你使叫你 iPad connect as second screen 咯。哦 ，OK， gimana try？ 我就是問你個 start 你知係咩事呢？我 start 做人誒，變嚟學見 live 去啊嚇，我咪是有一個我 run 隻 app 嘅嘛 ，app 都冇幫行曬同佢基本 support Catalina 咧，我被 access 掉你 certain thing。But anyhow，頂住佢只落時佢嘅死嘅話，直頭被 access 直頭有位 camera 照到啲位 iPad， 個老闆。特別當然，你所講嘢就讓 Skype 嘅 feed，我係直接 feed 然後變成咧 active feed，佢就讓 full face 啊。讓我會讓 Skype 啊，讓會使成日第一可以喺你當 which 人 full frame 嘅嘢。你就讓看 Skype 時，都唔是看到讓視覺嘅了，攞讓 chat 嘅時掉。你係成日話係去 full 了。你使想講 ，OK， 我俾看插鼻款，我訂係插鼻款嘅效應變做 full frame 嘅啊 ，see full video frame。冇個 try 呀，哎呀，未啊 ，OK。Unless 那個喺上面為咗你講話，你 face key 啊咯。哦，安尼咩？乜嘢？我靠喺上面那是講我 switch 佢你冇安裝呢？
我唔知影，我不要。係三嚿啊！哦 ，Great View 啊，Speaker View，Yeah. OK，OK，Great View 啊，Speaker View，OK，當叫當佢就攞 active。OK，anyway，continue 講係呢個即係 side 卡，咁 side track 度部，我開始後背買 iPad Pro 多粒，誒幾貴十寸呢？特別貴嘅事。你講嘅 Apple 嗬，John，我 officially back to Apple ecosystem 咧。嚇，你 try 啊，別單呀。冇，我最近 travel 嘛嗬，咪是我冇講，我換我嚟 phone 吧，我咪是用 Android 同用 iPhone 咯。你隻 iPhone 你 app 我計數格嘅咯 wallet。哦，yeah，對，所以話你 credit card 咧，9日英呢，所以特別Samsung是有嘛？Samsung 唔是有本啊？I mean 唔是 Samsung，I mean Android 冇 and some sort of 整個 online payment 特別冇。唔是有更加好，我係記Samsung講，你個係用伊嚟靠你 swipe 嘅卡本嚟。特別冇啦，我 try 咧未，你就係咪數 Android iPhone 即係 app 安尼好用啫，你去。因為baru lu kita boleh jangka for example kata airway kata airway ni dia many tu si fly kata i automatically mulu do you want to add to your Apple Wallet 你看你對咧 show up 到你 wallet 你出到底話超標然後話超標乜出 wallet 了啦到時啦輪姐我輪姐我錄緊出呢話5 series 5都得6時啊我唔知換咯，唔知換 iPhone 11啊，只得 mini，一個 mini 5G 出嚟啊嘛，冇咧。等，當幾樣你估啊？等啊嗬。I mean 唔是講隻估啦，3個字啊。媽3個字一隻估啊 ，old school old news。 You are correct。3個字 old news。阿 John。嚇。你 mini 邊嚟啊？嚇，對。就是邊嚟？特別我六個堆，6個杯。哦，6個杯啦，我你講，我 maybe 是拄到等等 trigger 咯。哦，是咩？maybe 啦嚇。6個杯。maybe 啦，等我看先。應該有背過，because 冇你阿毛被切過呀嘛。Usually 等人佢切過唔是較晏咩？many 6個杯啊。啊。哇 ，Apple Pencil。End of January 嘛，有可能啊。有可能。我切過，特別切過杯嘅呀。我最是迄個行，哦，冇啊，個杯過一定。冇你個是6個杯邊嚟啦嚇？你切個杯邊啊？是唔是？應該是拄到吹6個呢？6個冇行嘛，6個。拄到6個呢？trigger 是威個是啊，威個19號。真衰啊！點解？不，我感覺我6個對其實唔係burger。啊？食 burger？冇啦，我冷路啦，豆嘅，你講個嘛，你講個。哦，OK。我講6個切個對其實就 burger。我福建話阿茶啦，OK 啦。唔是茶，冇想。冇，我知道對其實是係咪話我唔知有點聲做邊啲學嘅物件，你知道我對其實 personal trip 甲我翁做一堆。但紅險咩？嚇，咪紅險冇，實在 already plan 哦。Because 頂到早一擺堆是攞清空切嘛，然後知道我嗰時候會到堆去哦。然後背卡達，我 excited 你背卡達。別睇 ，not bad。阿 John，2007 是唔是杜尼？2007啊，冇嗰陣時我對我係住教英啊，我係算哪教，我係算教英是。哦，2017啊，2007。I think 攞清空，杜尼唔是今年啊。杜尼是今年咯，但你打算係不是做不是都有杜尼嗎？是不是？
我頭一早對你講，我啱啱12年前啊，係你是係你較早1990 something 嘅咯，冇2002 2019 minus 12 to 2000 2007 lah kan 2007啊，是啊，sila 哈對。2019 minus 12 2007 lah kan 哈，對。哦，我係揾到 long way 呢。喂，你我都看到我夾條 pencil 是因為我到底喂細卡叫咩細卡嚇？細卡 control 是我被用我 Jali control 我都被用我 Apple Two， 我都被用我 pencil Two。梗係未看呢 ？OK 啦，Microsoft 啦，好先，佢了類別了。係咪佢哋俾人 pencil 呀？嚇，佢要俾。不，如果你想。你會使用你 mouse still，你免用嘅，特別我是我當佢未上 edit， 你 edit 個影嘛？我嘅超起來嚇，喂 computer 係較慣啊，喂 iPad 係較勁啊，所以我只頭度整 two，等陣 out of focus 我變啫，OK。攏看平啊，即個邊啊，當佢新嘅啊。開多貴啊，新啊，個價佢知道冇啊，然後我一定係俾佢就對佢定到嘅。尖魚哦？嚇，下邊尖魚啊！尖魚哦？誒就是海參啊！嚇！喂來頂，我介紹個喂來頂，人老啊特別搞怕會。喂，做工嘅 professional cinematographer advice 我嘅即係 like set up。我唔使看到，攞嚟看到。喂，你好 ，OK， 講到啲 shopping，來喂，講來。講到 shopping 我未見你 trip 時，我見買一個 drone 在哦。咩 drone 嚇？我看到你 footage 嘛。你看到是，你看 YouTube 嘅嚇。我唔使到嚟看到，未見，唔知是 Instagram 是到嚟看到。有。就是你話我背無夠5分鐘啊，伊喺你嗰度嚟撩啊！Oh my god！ 到底到了馬來西亞撩路啊，還是在那邊？我瑞士人位。哦，你無什麼啊？你無 license 啊？迄邊是 no fly zone， 然後我唔知。小灣飛機條袂使。伊帶着我嘅 GPS 嘅 signal。我背9分鐘呢，伊好你好多當邊你拍好走入去，我學頭尾嘅。แล้วทำไมแลนด์นะจะจีตัวตัวเนี้ยทำไมแลนด์อย่าละเต้าแล้วไอ้โฮเทลเลยโอนก็you better go in the room อีกก็ที่เขาว่า permission to fly มาจีไรฮะว่าแต่ Apple ชุด drone เนี่ย Apple ไม่ได้ชุด drone I don't think I don't know แต่เป็นที่ DJI drone อันนี้ advanced กูCici Jakarta, Cici Cici from Jakarta 人，嚟你有聽邊啲學嘅啊？Jakarta 人 ，Jakarta，Hello Jakarta 人 ，Cici Jakarta 人係嘛？冇啊，走去啊 ！Jakarta 人你有出聲，你冇聲喎，Great View 就對。接飛機飛過呢啦。飛機我講按 come back letter 啊，我個買 earpiece。哦 ，OK。哎呀，死我飛機我看到這喂 document camera。阿 John。Yeah。阿 John，你一俾我講 video 咯，做啲 producer 個佢啲刷嚟啲刷。刷咩？俾我講 video。刷啲咩？刷啲咩刷？即係 chat 咧 chatting。哦，我想你講我刷。冇啦，係啊。哎呀，你大擺咪是係咪話？我但邊係我頭先 episode 你做 producer 個當機咩？冇啦，但邊係我數啦。你背數啊？是你背我數咯？弄一本矮。數嚟數去。我數路是我數路是伊個 principal 啦，我路數我是嚟錢啦。我嚟緊嚟，硬緊嚟拋蛙嚟。哦，你看，Kitty，你 ，You're so cute on face. I look so cute. Oh my god, I'm so cute. 娃娃哦，娃娃。你阿仔咧？阿仔咧？
我即對於另外一把啊，得，叫出聲就我俾看 full screen 嘅，該叫我。係嘅，係嘅，嗰個 Siri 打你嘅。喲，佢就幾日啊？唔係幾 episode 嗱，你 Siri 就咁講。啊，幾日未講咪講啦，我咪講啦，我未使講啦。做咩事咧？我係啦，佢放個 OK 呢，so try not to touch on that thing。哦。佢冇你講過咧，所以盡量我咪去聽，咪去講歹勢。較好咧。你講嘅是冇好嘅咩？That's why you are right 咯，就你講過嘛，即係物件你忘記人嘅還是啲個 attack 哦。一啲啲。你知唔知 review 我定當咪是做幾個數做嗰隻成功嘅，特別一邊後尾是一邊做，講幾個數是伊個OK 咪講過，嗱幾 episode 是咁講，幾 episode 是對嚟咁講，但係講到啲 shopping 女人成個女嘅，等陣我上個全部講到幾%個，我冇興趣啲嘅，大木哥咧？大木哥agak 幾%是大木哥嗰條，我唔知是樣，按照佢看到就兩個證。嗱 +4，攞住啦，阿未出條聲講嘅，出聲講當然，我唔知攞是裝。叮當叮哆來咪嚇，我記哆來咪怎麼來啊嘛？哆來咪。你咪 mute 你咪 mute， แล้วก็จะ是跳得 T 是怎嘅嚇 ？DL 是大粒頭啊，就係特別跳得 D 唔係是怎？我咩插樣 ？OK， OK， 所以我咪講，你那是講shopping 哈，哆來咪 OK， 哈，我先啦，來 ，finally， 來。講咪講咪 percentage， 你成個你 online shopping 是就1%加即係 retail 未俾個正常1%。哦，你俾物件㗎啦，你 shopping 嘅事啦，你就這是到啲 online 咩 ？Put aside groceries 啦，我嘅物件 around 80% 㗎啦 online 俾。哦，咁乜事？哦，我冇應去 shopping 嘛 online。直頭落機嚟嚇。你做工，你係咪其實每使俾一道名稱嚟，俾一嚟啊嚇？耶，成個冇事啊。Maybe 你對 online 俾啲 internet 佢，還是你買？即 online 嘅 culture 嗬 ，kill off 是那些 business 嗬，講到最 cons 啦，哦，哈。即係我係講就是那些 retail 啦，嗬，冚起那些咯，吧咯。Betul juga. Tapi online also 有 vulnerability 嗱，我看到我係冇，等陣我喺度看我 street car set up。I mean sidecar street car。我流流嘅都幾多個。So 嗱，我係 computer 咪是，oh shit， 我 computer 咪是到合併哦，我係。我來看到未？哦 ，sorry，Skype 會被看到，I think。被看到。Skype 被看到。到 YouTube 會該看到 ，YouTube 會讓看，就是我係 computer 啦，然後我係 camera 到啲後背，然後我係 sidecar 到啲地，然後我 iPad 嚟 set up，所以讓特別去 YouTube 嘅看。你講你已經 studio set up 貴咗嚇？overtime 咯，所以算計起來冇辦法啊！是講我這幾年啊，慢慢計，咯。你若是講愛算，計上叫你買，冇計上叫你買啦，你明試過更貴係哇？你買不幾多話咯？買嚟看啦。冇你睇得一項物件，你是講安尼一項話我 set up 個喂。sound 你個位後背入邊開，超隻可以好，也可以好。超隻 sound 就變成，OK。好小朋啊！我未講嘅事，
我咪講嘅是你等我看下我隻 equipment，咁啦，得像是 online 買。我 camera 唔是 online 買，然後我 camera 是買 second hand 啲Facebook marketplace 嚟買。嚇？呀！出呢？你好勢啊！哦。แล้วก็โอ้ค่าเจสิ I think 90% of ว่าเจกู set up กันแล้ว是 online 買 including ว่า即係我即係我說我邊被 focus 嘅事啊，是我被 cosmetic 可能看咪見是見嘅事啊，我等下。你一 product 是 China 來是 VV เข้า出來？It depends 啊，特別即係 equipment 較濟 I mean made in China 啦，但唔是 from China 寄來咯。哦 ，OK， US itself 啦 ，OK。有咧，較濟上個是3塊，較濟是 China directly China 來。佢咧有當時一回都冇咩白解，伊 size 佢都講唔對有當時。咯，三邊下立咯。被出呢個了，成個我即係 Stream Deck ，Stream Deck 是我 control 我就咪แต่特別當冇派啦 ，Catalina 冇 support 嘅數，所以我想我แต่呢，聽。哦，canggihnya。แล้ว我做我sound effects แล้ว故意搞笑，唔對㗎。我了解了。แล้ว我嗰個 control 就到正我咩用我 computer，然後我 noise screen 咧我安尼隻 window 我有啲 confuse 啊，所以我會用到啲 externally 頂到嘅是 before Catalina 嘅時候，我會 control 嗰了物件，我 switch 我 camera 啦，我免用隻 iPad 咧吐嘅啦，然後我直頭用嗰啲 button 去噠一直換來換去，當今未，當今，is somehow 被 connect 掉，解激線，係咪搞？At least 我咪用我即 document camera 照我 iPad 度就。阿 John，應該是 maybe 個有new update new update 咯，所以 maybe 等緊 new update 等緊 new update 你估啊就有3誒，佢應該是本無話幾年，特別我 software 是freeware 嚟，that's why 伊部想講。伊唔是學伊部伊個咧是 volunteer 咪？即係咩 iPad 誒 pencil 嘛，邊好用？不過佢就係講咗阿邊。依啲俾夾底，我哋話 iPad pencil 俾出俾夾底。啊，等陣。我用。bad。偷夾夾底。所以pencil是第一定係第幾？第一嘅。我係舊嘅，我 old one。我咪是講第一個blur 看冇 focus。我特別 make up 啊，係咪 make up？你成個 eyebrow pencil 啦，依個 brush 啊，咪 hair 啊 ，focus 嚟掉啊，你識特別安呢 ？Talk to the palm, please。แล้วพัสนะ 我 still B maybe A B 唔知哦，我想我拜把你個學掉個安怎用我 input source from my OBS 我哋 streaming 嘅 software input 接去佢哋 Skype 所以 Skype 嘅人會看到。希望有隻皮康西掉到皮康嘅，你估都冇看到。Oh my god！ 我看嘅。High def， high def 來看，嗱，看。來，我 focus 啊，來，嗱，跟得白照個頭看，依個頭看，因為照個，嚇，看隻。我OK，來，講到對 shopping 就我哋啦。講對哦，先生被 focus 啊嘛。我 camera 嘛，你看我皮康西。那邊學緊係讀唔到同埋讀讀嘅。我講 online shopping 講shopping in general 嘅俾咪。定到我講貴就走嘛，讓成日game 俾咪嘅上面。
個俾冇得拜哦，個得拜。ai lại đấy 是呢啊，咩咪知道？冇啦，玩到啲 scooter 咧就成日哦，啲 scooter 冇地度頂嘅，左頂嘅 scooter 啦，嗰個度頂 scooter 呀，scooter咩叫係咩 scooter？數？scooter 係咩數？你講個 scooter，我想是係你 moped。伊是 touring 嘅，伊是 touring because 咩數咧哦？伊會放一啲物件，一個 spacious，伊會 under seat 位哦，會放其他啲 backpack 啦。三粒靚嘅啊！冇啦，迄個是 OK 要換下隻啦。黃叉燒啦。正咪是興啊，正食啊，是你 country，是 cross country 兩隻字兩隻。咁唔似啊，到 Euro 先一隻，三粒靚嘅啊，其他隻啊。是我嗰個 back 物件咪㗎了。呀，OK，so 你OK，你等我問下啦，當最近買 big ticket item。真正較貴嘅物件，買係咩物件？Within the last year，一年入面，第大成日開第最類買佢都不升。唔係講真，咱都講人刀呢。冇啊，我冇啊 ，never 啊。你是big ticket item 是會使 travel，會使 trip，會使物件 physical 物件會使。開刀不是使成個話。哦，我聽到開刀隻咯，你個微微娃娃唔隻咯伊。微微娃娃嗰啲隻啊，我根本咧隻啊，我聽告訴我啦，什麼計 lucky 個。我聽你 podcast 啊，多你是你聽嘛，多是伊個迄個就是聽少哦。背路係啊。冇邊使那是 long travel。嗱，我不知我唔知特別有我看我碗當嘅。看到坑三坑，我一看大坑哦，我一啲一坑啊大坑啊！喲，我嗰時候咪學人看，特別個吉利。忙啦。阿個咧等那我鳥嚇，特別冇講只，我啲 consider 冇講只等啦，個咧等 back。我存下你講咯。我存掉，我存了，存你個一存，然後個只淡薄一坑，即攞三四坑是一存嘅，一坑是攞存到啲一啲，然後頂面個一坑要坑嘅。Anyhow, big ticket item 來講叫做八 ，Go。今年啊，今年。係咪物件？第貴嘅今年。第自転車咯。你年杯嘛，今年那是年杯啊嘛，當然就係12個月。杯嘛，人綁是。買車，第自転車，買咩車？四頂嘅啦。有對大頂嘅係咩？唔係講啦，買你妹啦。做咩？你叫人想你，叫人仔都好驚呀，咁都照路呀。我啦，我問我好驚啊，我是在羅斯瑪你講啊，小女是講小女個把女啊。嚟，你四頂車買新車實地貴啦。是你樣咯。OK，買咩車？講係咪講大頂，講四頂嘅係咩車 ？Hatchback 啦。Hatchback BMW 啊。OK，你一試另外。冇啦，慢慢講，真係你講。我錄在咪數，我必須頂車，我另外頂，錄到 Instagram 嘅看到啦。冇啦，冇啊，我又走啦，我換頂車咧，只那隻咩啊，人嚟做女下子啦。哦 ，because 有大洋數。唔係大人嚟做生意用嘅車嘛。哦，แล้วสิ่งที่หลังสังขารแล้วหลังสัง哇，只看人好寫咁就亂很。如果人好看無，人咁好看無好食嘛，是係你看你嘛。แล้วไปสิติ้ง咯，冇學就講สิติ้ง咯，冇學大ติ้ง咯，你看咯。唔是講愛鬥咪，你就這邊人冇人嘅現實嘅嘛。唔係你古早唔係你人看到你看新車，去維修你紅樣你換大啲車。話佢嚟從派嘅路 invest 你啦 insurance agent 嚟吹路啊，你嚟吹路啊，搞嘅頭髮。Actually 我唔係揾係 problem 佢。
有啊，这边是有啊。哎呀，我冇辦法，馬來西亞冇食冇。呀，你使乜事呢？我買衫，人呀，你買去80萬人買嘅時候，所以冇人嚟吹話。誒，講到衫，我嘛是買你辦到3個塊錢嘅衫嚟穿啊！我穿衫同嘛是5塊錢、30塊錢衫嚟。有人老實講，有些有人即人看車嚟，你話咩車誒？嚇，你可能即人。是啦。即係反而你看，即係你去別個國家看嗬 ，especially 在 US 嗬，因冇講有啦，咪講你 rappers 啊，你 celebrities 啦嗬，as long 佢哋車會滑，會正常，好啦，是唔是香港？我車個特別嗬，試我 next car 特貴啊，特別我貴本是隻笨件啊，邊個浪？我上邊有 bird's eye view 嘅車，所以我車北京是個型。Lalu sini cakap lah, ulah mah hati ulah mah. Bukan lihat ulah,我想買咧，或者咱講車喲，或者咱是特別講車，咱捌講過啊，300啊。我講過了，用講掉，咪講講我買車是咱做是特別講買車。OK，anyhow，OK，買車大條。John，你講你買車 bird's eye view 啊，camera 你會家己倒誒。呀。我就係你講咩咧？跟住我left side 冇去，你在 Kansas City 落喺度坐一叉住佢，就看到看這個我就 OK，我 but I view 本就一邊冇去。啊，我是個別曉我冇 handy，特別。What I mean is 你買伊個 camera。or 伊個 device， then 你叫人 professionally 導咯。特別我車差唔多夠重咧，我嗰陣時佢會。Because 我 recently 我把你導一個 camera 呢。Backup camera。No， 一個 driving 嘅 camera。頭前嘅。Because it turns out that 我當今我這邊嘅位啊，伊個 driver's 架了啊。真正差。哦，所以你講 proof 你被翕起來 ，in case 想做 something crazy。because 伊人 because 這大 city 啊，one thing，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伊人換車嘅時，伊人這 zoom 差就去伊個坑，無行都無半行嘅。You know what I mean? expect 你嘅鳥樣。So yeah，so 阿無咧伊人 stop 伊人嘅車。無咧伊個 traffic light 請回了 ，the first car 咪叮當，有看好好嘅是伊 driver 啲切頭款，冇沙拉咩就嚟啊？我唔知啊，即邊馬達加咧未用嘅，特別also 伊個 state law， 即個 state 嘅 law 真正亂嘅。大粒頭咪你第一年入面第大 big ticket item 買什麼幾年？camera 咯。太累 camera 哦，係咪 camera？ 我買伊個 forward 車啦。哦 ，OK。我買個 camera 就是頭前甲後尾。哦。然後我叫伊人 professionally 導我，所以 even 我個車 engine 冚了，我 camera still 叮當。特別人唔知啦，所以人我來時我都會 already 知嘅。上個係Tesla 呢？特別你對導 camera，because 我把你朋友甲了大啲北位嘅 big city 甲了講，誒，你對 hack camera， 伊人甲我講伊人嘅 experience 哦。浪嘅時伊人賣行 ，insurance company 高嘅時賣借錢，無咧了嗰一項真正距離都是上個 Kansas 同 Missouri Midwest 嘅位啊。車嘅 insurance 都是 compulsory 嘛。對。你唔講甲 police pull over 啦，特別你let's say 你去你 renew 你 tag 嘅時，你都要 compulsory 啦。這邊伊人無 enforce 啫無。我位這邊我這邊嘅位無 enforce，所以 80% 嘅車架了，伊人無 insurance。Oh my god！所以無插入換水嘅車、大電車、細電車、老馬車，好
貴嘅車架了80%架了無 insurance 啊，所以我去 transfer 我 title deed 時，我每人看路愛看我 insurance 無，伊人講咱這邊無誒，咩呢？我講 what the hell？伊人講is up to 你家己，tapi 你着輸嘅時你看咯。呢個搞掂。你別人多即係豆干呢，big ticket item，第一季一年，今年入面 shopping 買物件。handphone，OK，係咪得啫 ？Note 4。Huawei P30。OK，อาหาร wedding。唔啦，我冇啦。但是有 Jimmy Choo 就我講 Jimmy Choo 了，冇啊 wedding 啊。wedding。夠啦。係啦。夠啦。哦，係你夠應啊哦。冇我夠應第二擺冇啦，我啲 Australia 夠應了，我啲馬來亞做馬來亞興嘅。哦。我做嚟對是邊啦。對厝做 traditional 嘅。請無？請話都唔係講我好路啦 invitation 真久了路。哈！佢死我冇看到。online 嘛？我有掉，還是？冇啦，我一季過後。哦，哎呀，發生 delay。是啦，冇啦，我飛開路啦。Yeah, okay, so big ticket item of course 是 wedding, okay 掉。了後調呢？我 trip 啊，我 next week 去日本。trip 本就貴本嚟，有陣時。是啦。我actually 我第trip 本是第貴啊，當然。你嚟條仆街啊！你食Maggi mee啊？我當今度有啲仆街啊咯，我好奇啊咯。哦，你是講去是開舊時下邊有，你是講舊時去下邊開啊？特別你俾背幾多咪㗎啦，咪是條路 hotel 是啊，就是。我差唔多一年前 ticket 就買啊，然後 start plan 下淡薄係當過去咯。係咯，我咪成我背幾多已經學起咯，我7月6月對我顧定位節對啲比起咯。特別我冇嘅 hotel 啊，因為依家了12個，依家標小渣，所以當個這個我夾條標嘅時，我哋顯嘅。嗱，今日借你教伊 massage 啊！係咪叫咩啊？叫咩啊？B 啊，我波係咪教伊叫咩？唔知我波是點話？我先，我教啊，我先，我教啊。我先，我教啊。上冇 competition 係教我教先是。冇上嘅我嘅。我有我先我教我先我教我 Gintel。係咪 Gin？嗰一個嗰 Gintel 嗰一個咩啊？嗰邊係咪幾瓦啦？大家是嘛？都去了。大家是嘛？都去了。都去了。這是哆來咪啊！哆來咪啦，但係條條去啦。哆來咪嚟講嘞，嚟我咪再講第一大開第一大條 shopping 是咩咩？今年？我今年使哦，我冇開真濟哦，只隻行了咯。隻行咪是水門啊，第一大條啦，是隻行啦。隻行嚇。我今年我話今年有開咗個極限嘅。今年行政冇講。我第年嘛夠開。我今年特別冇啊，舊年買 computer 所以今年唔知我啥成日買奇奇確確呢，冇啥冇看到，成日大條嘅就比當比賽，我冇買只借今年啦啥。Actually 真係你嗱，if 你開一條大條嘅冇上嘅，你大節你可能慢慢開，迄個物件假是冇咪知，你個唔知，你看你年尾時看到時要死拖回去。對啊。買你昂死奇確，哎呀，只20塊呢 ，OK 買，你30塊嚇你買，哇，計起來計借鐳啊！
我驚啥物啊？我話我點嘛，點有 shipment 嚟我就解啊。對我 online order 嘛，所以差唔多係啊，到禮拜五物件嚟我就試下先。特別會當時，係咪嘅？對硬無講嘅咩？冇講話 shopping 啊。你嗰真係有 shipment 嚟啊！你做咩做真係直卡咧？你話我通知下，我下我係 post office 安排家己有一個 parcel locker。呀！所以妹妹女啊。伊無看到嘛，伊去做工程嘛，了我就伊去了，伊出了尾我就卡咩去 post office 我就變做。我睇我係 post office 我係厝外口嘅。哦，見啊！阿涵，我甲你差不多誒。哦。我物件甲了 post 去 office 我無夾對厝誒。我負責機嘛，但係 post 去 office 嘅。啊，甲了 post 去 office 無對厝誒。對厝是一項人徛開啊，吼，一項細細項慢慢夾對來。咱就是上個迄個 Crazy Rich Asian 嘅迄個一個好嘢，查某啊，剛去買迄個耳水嘅時候，買一個頭燒起來，一米酒頭燒到啲走卡位，我係啱看到。那係叫你先咯，我看。我冇看 Crazy Rich Asian。哎呀！去看啊！有看咩？有，我有看。你叫就我講你先咯。會記我就隻馬真嘛，隻水嚟嘅。真嚇對。你去大尾啊，係我對那時叫阿嬸頭燒嘢啊，頭燒嘢水啊，一連啊，係咯。แล้วก็จู่ๆก็ไป講個阿講啊，OK，ให้ซ้อม啲貴物件。我幾年啊？應該是攞入 lens 了。哦，你貴啊！冇啦，冇貴啦，冇啦，我已經真久冇做下嚟啦。冇咩？冇翕。我最近去見舊年start 去冇啦，冇翕啊。哦，做咩事咧？穿？加減咯，知啦，我人家諗耐啊，咱即個物件，你愛家己去有下啲 discipline，家己去做嘅嘛。要不然你冇看當今只借咧 blogger，咁然後哋 complain about 樣嘅，嘢咧，安怎took over 人 life 係咪嘅 affect 人 life 咁樣當然。是啊，所以咁晚去推隻 office 去拔掉家己較好。啊，咪是攞了 lens。哦 lens， 哦 camera lens。哦 OK， 喺心啊，佢都擗到佢啊嚇，唔係咯，佢喺心都冇嚟啊。last time 往時正做事嘅人，我幾年都冇搞到賭了。咱最近就是啲Spotify 入邊咧，我見咱最近聽，咱銷量亂喎。哦，喺心頂時我係頭一件拿嚟聽講，點解你聽是幾歲？13歲、14歲。14歲。10幾年哦。你記啦，頭一擺面到底你 Tesco 明？記。想要講，想應該係講啲。咦，幾好啊！我放到這 episode 位。我放到這 episode，我應該有本啊！你去看本。我人哎呦，我介趣味，你個嘢你菜園你鬼邊話呀？哈，對，我也記得做嚇。我記過，咱個去食螺呢個你嘛？對，他試過去食螺。他是上一 trip 嚟頂呀？冇上 trip，但他是。安怎我未記啊？我記我人是去比娃娃嘅厝，會叫。對。加一隻狗會叫。對。哎呦，還是哇！有人哋坐日本啊嗬，還是厝邊是細漢嘅，還是我毛病嘅，還是我邊個坐毛病嚟叫？我邊2009定是啊？一站嘅時咯，成個一頭 slim 嘅嘛。我特擺呢啦，kilo 啦，
有誒，佢多就係個在山呢。แล้ว當然佢就被背到對。anyway，我一定係俾對上到啲。我佢頭佢多時我未知啊。你紅椒苗你食阿妹啊？阿妹個開入邊我食過，喂開入邊我食，喂開嗰時我都看等陣dot cam， 喂開入邊邊有一排開，你睇看到？誒，我被攏被 Skype 被看到。post 掉，我 post 掉 ，twist 啊。這是到了，按照看啊 ，sorry，my camera 啊，安尼所以下邊有一排開，下邊sorry YouTube 會個看到，下邊有一排開，下邊開就是黃色咧，我別叫咩 color，一定 yellow 嚇，就是要生面嚟啊。哎呀，辣生。So lovely。做咩事啫？你在攏捌看過嗎？當時一來嘅時候，我冇注意啊，我就真驚啫咋。一來，特別開始來是 lunch， 幫我 lunch time 是人講幾個數字嘛。你一來嘅時，哇！死我講，你是到一度，好我 warning 咪 before 來是會黏。Anyhow， OK， 個講過。我看上個只幾個人到底一邊啊，特別個無出聲喎。哎呀，我個人嘅無。用我 pen， 我小氣啊！我叫我 pencil， 佢去動我 computer 嘅 screen， 然後我個綁我 pencil， 叫我手去動，然後俾我 trackpad， 我小氣。嗰個等於做啲 screen sidecar 就係嗰個我小氣個。等我看住啦。嚟到咧，咪 share 淡薄物件。嚟講。share online shopping， 我人查甫吼，暑假多啲淘寶買物件。入邊吼，你逐擺買嚟你大媽講嘅咯，嗰是正一隻個咧買嚟買後蓋嘛對。入邊我人咁半呢，你知哦，係咪數對？因為我人買10條衫啦，第一條汽車條千蚊，可2條會千嘛，所以 in total cost 嚟講，迄2條嗰是大這邊嘅無貼買嗰是嗰個辦機，嗰是辦機嘅。然後迄8條條乘汽車，我人咁啊。伊 quality 有清差，是 quality 本是咁上啦。是啊，我你看你經，我買是袂使凊彩買嘛，你個要看伊人嘅，成個買有 post 上嘅效應嘅嘛，伊 actual photo 往過慢慢 filter 啦，會曉買啦，會曉做翻啲物件嚇，慢慢經哦，你個已經著好嘅了。所以你若是10條內面8條汽車啦 ，it doesn't matter 嘅，你拄過來1條嘅價錢，嗰是辦幾個整多部。哦，你穿嘅衫，佢使去巴沙馬拉咪買。隔了人家買咩？隔了嗰時今是燒了多燒甲炒燴打迄個掉啊啦。喲，啷個解 share 嘛？邊嚟學見呢？即係 exchange， 啷邊嚟學見你朋友隔了學講 OK， 你炒燴打嘅衫嚇，你炒燴打嘅衫嚇，或者啷把到啷邊嚟學見 gathering 嚟講嘅時，啷個使做邊嚟學見 flea market 差唔多，啷個邊你炒燴打嘅衫嚟燒換咯。考慮啲。good idea 仔哦。แล้ว迄種衫甲濟是安尼款買，甲濟汽車，阮是雙誒，吼，伊人 especially 你若是到淘寶買吼，伊 size 較細，甲人嘅 Malaysian size 吼，伊人有家己 China size 較細條較細雙誒，安怎買袂啱 size 嚇，แล้ว我你看頂一日我I think last year 我買啦，我買3雙誒啦。是像中國嘅類似10塊呢，像嘅 quality， 像物件到這邊是90塊一箱咯。所以我驚袂啱啊，我買3項 size， 所以像嘅 design 3項 size， 所以就嚟物件就其中一個會用嘅，差真濟。一來是我first 是 I thought that 伊嘅 quality 是袂起嘅，所以伊個便宜嘛。咪再來是我看到是像嘅啊，甲這邊買90塊一箱，阮是像 quality 嘅。有可能是像 supplier 是。It could be, maybe 有可能哦。你無即 overhead cost 所以人使做下便宜。對啊，所以人講中國嘅人吼，人真正係 branding 嘅物件，阮是到啲中國manufacture 嘛。所以人真搞嘅，你訂1000粒quantity吼，我做1500粒quantity，所以你1000粒你去買200粒，我當正 local 當做 OEM 嘅 brand 嚟買咯。哦。And then Lazada 咧 ，Shopee Lazada 11 Street 咧物件了咧，
破坑啊！迄个物件个了吼，我人会去买是英國咧，有7 days return 嘛。嚇。未啱 return 呀咯，有啲人唔敢買成貴，而家買咗未用，叫你嘛 return 呀，未啱人個 return 咯。定得我冇 Amazon 定得冇 return 嘅時候，冇俾你就當有攤 return 咯，就俾個了。對，然後嗰出嚟啦 Amazon 迄個物件個了，吼，我人冇咪買英貴吼，伊 product 是真便宜，但伊 postage 真貴，所以是冇得買。伊就美國去，還是 Australia 去？對。伊個我較濟看是美國來嘅，所以無值嚟買個，係無值咧。你看咯，然後嗰一個是 Rakuten，迄是叫 Rakuten 咯，就是 Korea 嘅。迄個我無咪用，我真有一個 Rakuten 嘅款物件咧。就你較濟用什麼 ？Shopee、Lazada、11 Street 冇用。11 Street 啊？啊，對。11 Street 啊，第11條街啊。Yes。哦，11 Street 唔是死期啊咩？佢有咩？死期啊咩？我係點我 last street 我嗰啲俾個喎。係啊，嗰時候咧11 Street 嗰陣嗰有咧。嗰有啊。冇咪冇咪出名啦，嚇，你 search 看。Shopee 出名啦，當 game。Shopee 出名。估一個叫飛啊。飛是 online shopping 嚟啊，我唔知啊。我唔捌用佢。飛是飛啊，pay 啦，有啊，伊有整隻 voucher 嗰啲物件。哦 ，OK。有成個路 restaurant 嘅 voucher 啊，過嚟15啊。哦，OK。我聽到煮嘢聲喎，毛毛菇嚟啊嚇。唔是啦，歹勢啦，我啲聲物件啊。我傳一隻狗對嚟個放聲。哦，我看 Korea 我看 Korea 呢 ，Korea 啊 ，Malaysia 係死期了。哦，Malaysia 死期啦 ，OK， 啊，我買死期啊，我買三買個死期啊。你未看 Lazada 加即個 Shopee 都是你加便宜嚇。我唔知哦，對我冇咁簡我你。Most of the items lah. Then the way ilang run ilang a business Lazada ska protect sell protect buyers. Then Shopee ska protect seller 對。Because 我 usually 看到伊個指標，我平常時買便宜，嗰是叫便宜咧，所以我冇個 compare 咧。哦。Maybe as a buyer 即係 Lazada 較好咯。如果講 chat room 係啊，即係我覺得 chat room 誒，有一個人講，我真係冇出聲，伊咪歹下，就是有一個甲 W 嘅效應嘅是最，你是哦，本把是auto 啊，真係冇出聲，真係冇出聲，就所以 say thank you John for this morning Hokkien voice. I'm listening currently doing my exercise. 哦，伊是用這來聽。Oh, if you remember we met before, 我會記到。啊 ，OK， 我有你把這愛聽嚇 ，anytime 你使聽 YouTube 嘅 stream 本嚟使，免 join Skype， 明白哦？半把，但 Skype 唔要緊啊，即係冇 limit。OK， 拜拜，感謝啊。OK，大媽 sorry， 就是大媽講就幫我 interrupt 嘛。哦，這裡 Lazada 較 protect buyer 個，有啱講哦。會使你講講啦 ，based on what heard 到嘅 stories 嗰啲啦。Then 嗰 one more thing 無好是 Shopee 這幫真係假嘅會搶嘅會啊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這個SD card 啊。hardware 物件真係搶嘅會。Then they Lazada 嘛是有。係Lazada 有，我就是跳過，我買伊講買 Samsung 嘅 phone 裏面嘛，買咯便宜嘛 ，flip phone 嘛 ，retro 嘛。No, basically kalau si China hui kalau ke. Abu then. Oh, sangat 我知我看你sangat 你嘅 AirPods 呢，伊做個相呢。伊做個相，個幫Samsung 誒 rank 個頭定位嘛。背機背啊。Bus 知道 bus。Tapi tu Momogo di dalam. Momogo。毛毛菇嚟啊！毛毛菇。
毛毛菇，但我聽到水上嗰時擼啊。所以叫我都叫我就來啦，實在係堅嘅你講，你真係叫嘅。哆來咪，寫物件是水上，我成嗰時擼嚟喎。咪是想叫啦。哎呀，我特擺滿叫擼啊，特擺你們就來，特嚟 episode。哎呦喂，咪講到咩物件？來，毛毛菇，頂舊年2019年，哎嘛，啊就20到 Christmas 啊就 ，Merry Christmas 先個標。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啊不，了2019年開第一大條是係咪？出本好，買物件本好係咪？哇！呀，貴年開第一大條嘅啊。對。上個是我今年真怪喎。哦，特別你唔是講特別真正大條啦，你是你今年有開到2019年開到第一大條應該是 travel 咯，你都呀。係咪你 travel 嗰陣搞隨機嘅？travel 咯，有啦，唔是我啦，別人啦，Alexa 要俾電話咯。誒，你唔是個買 camera 啦，係咪咩你？哎呀，我 camera 接嘅物件了啦，哎呀！特別係你冇大條啦。啊，冇大條嘅啦，百幾塊呢啦，冇講真係大條啦。了你，啊，啲水清嘅較大條啦。你若是講去算起來後，你買物件啦 ，online 買較濟，還是嗰啲店會買較濟？online 較濟，雜雜。裝個聲咧，是裝聲。是我嘅喎。啊，是你嘅呀？係咪聲嚟？唔是喎，唔是我嘅喎，唔是我係我有是 EL 嘅喎。嚇，你在裝嘅嚟，是啊。EL 唔知點解喎。佢細聲，佢細聲。from 意念。from 是幾？啊，冇啊。個有啊。from EL 嘅 EL 是裝嘅嚇。EL 檔啊。哦，但係冇出聲啊，住嚟。嚇？你是 ED 是我啊，差別喎。EL。我是 ED。是 ED 哎呀，我做這裡ED 放好。哎呀，未 focus。Anyway，OK，OK，我特別介紹我特別介紹啦，特別小蛋啦，咱講1點鐘10個分鐘，咁樣咧等嘛，等於已經1點鐘30個分鐘。OK，來啦，特別嘅邊啲節目就是老椒，海參，ketupat，好條，豆芽。拜拜。โดเรมีชาบีฮุนอาหารต่อรับเท้า仲有嘅冷我未記。嚇？仲有嘅冷。那俾你學姐仲有嘅冷，就不是陳珠嘅聲。鉗鉗鉗。啊！毛毛哥，你講住我都唱。講住個啊，冇啊，你看你好。我哋看到啦 ，OK， 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下個禮拜嘅到最嚟收聽講新嘅話題嘅內節就是 Christmas 啊，希望讓shopping 買隻隻物件，讓自己係咪比較東東？แล้ว東是我 sorry。แล้วก็我電話。下個禮拜個到最嚟收聽，我人講無相嘅話題，聽下禮拜人講咩啊？即係安怎都無講 Christmas 嘅 topic 嗬？啊冇啊，我 shopping 咪是 Christmas 咯。佢唔是講起了咩？可以記下定住揾 Thanksgiving 是講起啊。佢唔是對。佢記是 Thanksgiving，แล้วก็人到對來禮拜我人講老馬車嘅事，人頂到細漢時車，成尾講好車，唔是特人文化咧，人愛講你招女嘅車就。
嚇，所以講到咩事啊？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拜。OK，到底 YouTube 會聽人咧，當然是一禮拜無，頂一禮拜無聽到 episode 咧，就是到這邊訂啦，別記講咩啊，估嘢掉。你係是個這邊咧 subscribe 訂 subscribe，但係你正嚟講咧，我能做 live 現條，即係博是要通知你東嚟講，你 Skype 你 YouTube 嚟講，我等做啲現條，就博 bye。哎呀，真 stop 嚇。end stream